备下一个题目，哦，这个题目叫做《日经》的第54章。请讲知识杯前到呼，昏到呼，讲师长，各位姐姐请坐下。前里、前里，各位点传书，各位前田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希望上天慈悲，做事的福助。师尊、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以及咱老前人的牺牲奉献，也搁有前人的推广，咱点传书的栽培。互许有这次的机会来交咱各位前辈来学习，咱今仔道德经第54章，这章接着咱顶一次，咱第一节课叫做道的尊贵，大家敢搁有印象？道之尊贵，搁来第二节课叫做无惊会当甘心土和归元。第三节课也就是大道思路概念有理，互咱知影要安怎应尽咱的人生。甲许学习一个，今仔嘛是共款，用着咱黄点老师甲咱领导来甲咱互许一点仔心得，徛伫遮来交各位前辈来分享自己的心得来探讨。假使讲伫即种的学习过程当中，错误不足，还是讲了无去正确的点滴，是无效的。恳请咱师父写做印款，念传书各位前辈，甲咱许学来多多指正。那首先，咱来进入咱一种叫做修观章的学习。那本章的经文呢，请各位前辈要许学来做伙念。善见者不决，善见者不决，善抛者不脱，善抛者不脱，子孙这事不断，子孙这事不断，修之有心，修之有心，义德乃真，义德乃真，修之有家，修之有家，义德乃义，义德乃义，修之有香，修之有香，义德乃德，义德乃德，修之有邦，修之有邦，义德乃丰，义德乃丰，修之有天下，修之有天下，义德乃普，义德乃普，故以心观心，我以心观心，以家观家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乡观乡，以邦观邦，以邦观邦，以天下观天下。以天下观天下。我可以利天下人在，我可以治天下人在，依处依处。这种大概是在学习当中，感觉伊拢真白话，拢真白话啦吼。但是咧，若是要去甲伊探讨咱别身的意见，就感觉家己的赞处还佫差钱。所以咧，伫即种的前言，就就引述着咱黄老师互咱的一点咱伫学习道德经当中的一寡心得，用前言，咱一个人伫咱的心中，咱是毋是拢有足悬的崇高的道德目标？咱拢感觉安尼做较是对，安那做较是对，所以咱会感觉讲，咱会想要去甲学习，想要提升咱家己。当咱肯定有安尼咧想要学好的时阵，其实迄
迄个神经啊，就定落去啊，咱就袂去用挽起来。迄是无形的力量，无形的力量袂当有外来的干扰，会当甲你摇动，甲你挽起来。啊，那么如果咱迄个定落的迄个念头，迄粒心是善良的，是慈悲的，是智慧的，安尼，咱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当着即个过去的业报，若来到现在，也是生活中当着要甲咱激励出来，人讲的。要互咱增上缘啊吼，逆境就是互咱增上缘，要甲咱激出咱的毅力，激出咱的智慧，激出咱生活的条件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好受，伫咱即个心道的核心。咱即个核心若要去互走去，咱就去互传入去，要去互咱遮的业报来甲咱散出去。所以咱若当做甲安尼，咱用即个辛苦来好好啊修道，咱来生咱的囝。囝会看着咱的行，看着咱的讲，看着咱所有精神，囝搁生孙，孙搁生孙，所以咱道中拢有一句话叫做九贤七祖，咱对着咱的顶一代，顶一代搁顶一代，咱的祖先的精神，甲咱会当来看着咱的囝、咱的孙，伊来道中来学习。所以咱安尼是不是嘛是像一尊神佛共款，叫做分身显化。各位先生，咱敢有想过？咱每一个人行伫即个路顶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历史。就咱像今仔，各位先生坐伫遮，每个人虽然长得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人同样的一个精神，就是学佛的精神。咱学佛的精神也无变，咱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突破咱家己。每一个人要突破无共款，话感觉背景真难，话感觉背景真简单。敢会，话感觉写字真难，话感觉写字真简单，话感觉抓手机啊用科技真难，话感觉抓手机啊用科技真简单。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特质无共款，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愿意，你来突破你心中的一种无明障碍，伊就有法度来去往家己的即个细胞来讲的生命的基因往上突破，往上来成长。啊，若是安尼，咱就有法度对着师父的脚步来行向修行普度众生的路。啊，如果来当安尼，即种嘛甲咱讲，咱伫厝内面为即个师父开始开厝，为咱的乡里，到咱的国家，到咱的天下，咱拢是咧互咱修行的所在哦。咱各位前贤敢有想过，去甲倒有咧修行无？是啊，叫做修行。讲到拢有人的代志，假是人讲有人就有书，有书就有本，有本咱就会心就会有家己的想法，有我爱，有我无爱，有我执，有我无执，有我想要起的即个，人讲贪嗔痴慢疑，所有的情绪，只要有因事有本，咱人所有一个情绪拢会生出来。啊，即个情绪一旦生出来，咱要安怎？咱较拄我讲的，为即个人上基础的，这是一个单位。人国人即个身躯叫做一个人，咱要成功甲失败即个单位伫遮。所以咱要安怎来看待咱的家庭？咱的家庭，咱讲的持家，你安怎会当家济？家要济，即个身躯重要无？真重要。所以即个身躯，较拄早前。有一人甲咱讲，刀无形无相，咱的讲师嘛拢甲咱讲，刀无形无相，但是种一种就甲咱讲哦，大刀师傅概念理解，咱已经拢会当知影哦，咱拢会当知影，互咱知影刀，迄个知影是知影迄个外围，你目睭看着，哦，咱想着的，哦，这叫做刀，其实刀敢安尼尔，刀敢是你，互你看会着、想会着的，不是啦。刀搁互咱看袂着、想袂着的嘛是刀，歹的嘛是刀，好的嘛是刀。各位前贤，知有灵动无？即个刀是咧演化、咧演变的过程当中，咱拢毋知影伊最后会甲咱即个身躯的成就到什么种的，人讲的角度，要安怎甲咱提升到什么样的高度？重点是你徛角度。较有清楚，咱是咧实现上天的道。当咱也会当知影哦，咱抱
咱面对人生的难，不如意的事，搁有安那得袂到的，也是失去的本，咱就有法度，把即个心甲安搭好，因为法生出来，所以咱即个身躯也是咧实现上天，导演化伫即个人世间的法咯，所以身躯嘛是一个法身咯。各位浅显，咱有感觉咱家己是一个像身躯共款的法身无？也是感觉咱就是一个肉体。你想肉体，你是肉体。你若有方法来甲伊对治，你就是一个法。那法你就有法度用即个法身来实现伫你的家庭，实现伫你的乡里，实现伫国家，甚至甲实现伫天下。所以啊，初衷啊，当咱有法度甲你变伫身躯的内面，咱就是有法度知影讲修行、修家己，咱就有法度知影伊一个人咱看即个天下。看即个国家，看即个乡里，看即个家庭，为一个人的单位开始，以此类推，嘛是一个因果关系，所以即种咱也叫做修愿宗。免来修，各位前是即种学校，学校开始知影要学习即种安尼题目改啊，搁改，换搁换，这要投影的，这内容改来改去，改来改去，安怎改？好嘛，改到真正头壳懵懵懵因为咱能力要体会到遐，搁无够，但是搁承担着啊。那各位前线，敢捌有即个时阵？等着前辈正甲咱讲，准备哦，你要负责啥物？即个课题也好，也是承担着即个责任也好。咱敢有迄种要承担的时阵，感觉家己无法度的时阵？敢有即个时阵过？拢无哦。有。人生一定有即个时阵，因为即个时阵开当互你知影，咱行深偌济。咱拢会晓讲心经内面。观自在菩萨，后壁一句叫做行深不济波罗蜜多时，照五蕴皆空，懂空。咱念经，拢会诵经吼，咱拢会晓安尼念。但是咱的行深的即个功夫，咱平常时敢有咧去甲伊关照？敢有咧关照？后下咧借一个小铃铛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然后进去有摕着一个铃铛，这个铃铛大声细声，敢有听到声？有听到声，但是因为这个空间真大，人真多，安尼也是小小声。好，这个小小声，再来。好，大声。规外大声细声。大声。是规外的大声，细粒的一粒的。声，各位前线，咱的心嘛是像安尼啦。当啥物叫做累积？其实咱来咧人世间伫家庭，有时咱感觉来道场，咱会讲是咧修行。咱讲以前咱家己厝内面伫工课场，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咱敢有咧修行？咱家己一个人面对着乡里的代志，咱处理岛尾的代志，咱面对着国家。政治的代志，咱面对着整个人讲的，咱的地球村，咱的天下，即摆咧转变，地球暖化，所有的灾难的议题，这所有的议题，各位前线，咱敢有感觉？咱有感觉到无？咱的起心动念会影响到规个地球的震动，咱各位前线敢知影？所以其实即种以学校来学习的。自己的心得，会较感觉讲引导，即种也是各位前线的，咱家己人在咧经吼，咧经，咱来探讨，咱甲找看卖啊。伫即种内面，学校里头咧经吼，5000几年内面，学校哪找着讲要修行这个修，都无简单哦。拄啊伫即种内面讲着这个修行的修，村内拢咧讲无为啦，无为内底就是无。拢讲自然的演化，道的自然的演变，伊拢袂叫你去改变。但是即种足熟悉，
其他家己拄看的时候，感觉讲，这真正是吼，老子很高深的智慧哦。伊伫81种内面的第54种，伊甲咱讲，咱爱修哦，爱修都爱去观察哦，要观察啥？看咱修行的日常的心念，咱是毋是拢知影爱提升？还是对着媒体，对着你的厝内面的人，对着你身躯边的人，对着规个环境的磁场能量，你不断的，人讲随风起舞。各位浅浅，咱来检视一下，检视一下，咱拢随风起舞的较济。哎呦，这个人做好，这个人做好，哎，这个人做歹，哎，这个人做歹。咱若看到即摆啊咧流行啥，哦，即摆咧流行咧，哦，听到的大家拢想要甲点者，即摆咧流行咧，哦，上早是毋是金钟奖哦，咧颁奖，是毋是大家就想要讲，哦，即摆金钟奖是啥？咱就会想要去好诶，咱会想要去甲追求，会无？想要知影，吼，话讲的浅浅讲，袂啦，我嘛袂想要知，你想要知嘛是对，你无想要知嘛是对，只不过是每一个人了解的对。每一个人当去理解无共款，因为角度、宽度，甚至咱上基础的态度，咱的态度影响着咱的角度，咱的态度影响着咱的角度，所以虽然咱所做的后壁的影响会影响规片，所以即种也是来甲咱提醒，德行的疑问，伊的影响真大，所以各位亲戚，咱来经营咱的本本。本本伊就讲善见者不怨，善后者不断，子孙继续不断。吼，那第一句来讲善见，嘛是咧来讲修行所建立的基础。迄个基础要安怎甲拍基础？基础一拍落去，敢好改变？基础拍好，敢好改变？那还袂成形进前，还袂定型进前，无好改变，拢。真好改变啦，吼，还是较纠结者，还袂成形真好改变。那成形以后要改变较困难。但是咧，若是以即种来讲，以文以解来讲，即种应该是讲，若是身为一个治国、治理即个国家的一个咱讲的即个君王来讲，伊要用啥物来治理即个国的国本？各位浅显，你即个人是毋是一个国？咱即个一个人的身躯，一个国王，啊，国王是啥？即个国的君王是啥？就是啊，是自己哦。所以啊，即种嘛，佫有叫做善见章、善见章。啥物叫善见？因为会有善果，善见就有善果。吼，啊，相对的善见的善果，咱来看善见的物件是啥物？所以咱修行的过程。咱嘛爱知影，咱即摆所掂到的经济，咱即摆咧拍拼的基础，咱为基础起厝为地基来它头前开始钢筋、水泥、骨架，到整个装饰装潢拢，这有一段足长的期间无？啊，这个内容你是要欧式建筑，还是要中式建筑，还是要佫有啥物日式建筑？是毋是建筑一个地基到一个厝？一个建筑要形成，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共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建造起来的形，是毋是嘛无共款？那么迄个形嘛无共款的过程当中，咱若是以外物来讲嘛吼，咱起一间厝，上惊地动来，地动来摇的厝的无去无？也是惊土石流来，吼，像即道咱台湾上严重的堰塞湖桥流落来。啊，咱的兄弟姐妹，因的所住的所在有足严重无？足严重。咱厝上惊有形的，上惊就是即种外来的力量，伊有法度会当甲咱引导倒，甲咱移动，甲咱毁坏。但是咱心中所建立的，来讲咱的精神袂当毁坏，所以迄个精神念落去，也是正的。精神是袂来无去，所以咱来建立咱的信念，咱来回归本来的迄个意志，咱的迄个志向，咱来点迄个出发点，只要咱真正是建立伫
咧倒，咱伫倒的当中无去用走出去。各位浅显，敢捌走出去过？吼，敢捌走出去过？啥物叫走出去？咱的想法，咱咧拢想一个人好歹的时阵，是毋是叫走出去？咱等一个过来针对这段过来探讨。所以咱只要掂落迄个经济，咱开始要往迄个目标去行的时阵，咱拢爱去伫即个回归本来的意志，只要咱有甲伊讲，咱建立的就会行出即个道。那一旦袂行出即个道，咱要安怎来甲维持？你咱来甲维持，即个维持的方法，就是善抛。要安怎善抛，互伊袂去用咱的音源胳膊外口的遮的声音来甲，是力量来甲咱影响，互咱袂去用走向出去，袂去用咱的用道甲咱射出去。各位先生，只要咱的心，咱拢会晓去想，咱三宝有定定咧用无？咱一贯道上修行的是啥物？求道，佮三宝相应，咱拢有抱伫即个核心。核心是啥？咱拢知影咱的佛性玄关处。咱若咧想代志，玄关出发，安尼你讲无离开即个道，就袂去用走向去。所以啊，你无离开即个道，重要心心。心心才有法度保守，你心心才当做依凭，有那个依凭，你才不会退转。无咱就最容易受这个六道的影响退转，咱就最容易用啊提起。所以迄个善抛的心，咱拢爱做细腻。当咱掂着迄个经济，开始咧建立，开始咧建设，建设到即个人，咱要回天，咱的迄个意志目标开始定落去，然后咱阁有法度身心配出来，善抛无退转的心，咱就有法度使咱的道德之宝，也就是咱的子孙。子孙其实就是道德之宝。做了好，人拢讲。咱的太上感应篇头一句讲啥？祸福无门，和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后壁咧，善恶之宝，如影随形。这句话有真重但是这句话有真真实无？真正如影随形，伊就是对着咱，所以咱有法度，咱行伫修行这条路顶。咱拢会当身心保守，咱的囝儿是说，伊就有法度受着道德之宝来细细甲咱守护掉的。细细甲咱守护掉的，要传承即个道，咱就此道相应，即个道就定定有就是道常有。所以咱写暗的即个部分，就是咱的妙法元君八仙里面，就是咱的何仙姑，咱的何仙姑咧甲咱讲的咱只要善根食不惯。做任何代志的出发点，拢不出乎，袂使行出即个道。咱咧善好，咱来开始咧过程当中，咧处理的过程当中，开始咧维持的过程当中，咱要守护的是守护即个啥？守护即个心心，对上的即个心心，就是保守，心心保守即个心，咱就袂去离开道。当咱袂行出道，咱袂离开道的时阵，安尼咱的子孙要甲咱传承。咱就即个道就定定有，就袂晓失去。但是咱的和尚公嘛是甲咱讲即个善根真不惯伊讲创建非常，以其百世之基，乃以基而建者，协助力决志，有何故建立善良？伊即句话就是咧甲咱讲，其实咧创建的建立的开始。咱一开始要修行，有的人是真辛苦，有的人是真简单。但是就像刚刚咧讲真简单的过去世，咱的祖先已经拍拼真济，已经做足济去。所以你会感觉讲，我即摆咧修行真简单。各位先生，简单是一个结果，但是迄个起因是啥？互咱会当简单来坐伫遮。各位先生，咱今仔来坐伫遮，敢有简单？若有简单，咱的和尚哥就会甲咱讲创建非常啦。这是非常无简单啦，非常就是不寻常啦，不简单的。若是过去咱的祖先，过去咱即个百姓会过去一个团队。各位先生，修行是讲团队，伊毋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代志。
所以伫即种，咱老祖先也甲咱讲，你修行嘛爱观，观前也着来顾后，迄个观最重要。你讲的是整个团队，那咱这个团队，各位浅显，谁是我们的团队？咱的九贤七祖是咱的团队。然后话讲，我嘛无结婚，我家己一个人尔，我敢有团队？一个人拢无结婚的人，伊敢有团队？有啦，有行甲无行，因为咱即世每一个人的选择，甲即世每一个人要来成长的课题是无共款。各位浅显，咱敢有感觉咱修行甲人无共款？咱是不是目睭看别人的，拢感觉别人较好？目睭看别人的，拢感觉别人较厉害，敢有？拢感觉别人较好，别人较厉害。但是呢，咱拢是别人目睭当中的别人。该会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？每个人都是别人眼中的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拢是用目睭在看，咱咧看尔，咱毋是真正咧观。但是师父拢甲咱讲啊，拢讲咱大家是佛性敢有平等？咱敢有讲平等？哪有平等？人哪有平等？一个人敢若较有势力，一个人敢若较有魄力，一个人敢若较有名，一个人有权，咱会感觉这个人有足多，讲比人较好。但是嘛有相对的，这个人较恶无，这个人较歹哦，这个人较安怎哦。所以其实咱咧看人是毋是拢打两面尔，两面镜，叫啥物镜？好的镜，甲歹的镜。咱咧分辨人就是安尼啊，这就是好人，这就是歹人。啊，这嘛是阴阳哦，各位浅显。迄个圣贤的阴阳，咱迄个阴是啥？阳是啥？阴就是咱内面哦，咱家己知的。啊，阳嘛是咱行出来，咧互别人看的。所以道其实每一个人，歹人嘛有道，好人嘛有道。为虾米？因为伊所接受的，伊的因果，伊的即个团队。所种下迄个因，形成迄个果报，啊一代一代。所以有的人即摆咧修行有真艰苦修无？有啦，有的讲拖着即个病体咧修，有的是拖着财富的财课咧修，有的是拖着地位课、感情、家庭的一寡足侪问题咧修。各位浅显，每一个人咧修行的迄个点、迄个问题，是毋是拢各自一份？虽然一份。啊，迄个虽然一份，我先讲嘛，咧甲咱讲，为虾米有迄个一份？迄个一开始，那就是去点了，迄个观念无好，迄个点了，迄个开始若无好，后壁的善后壁的果报伊就会来啊。啊，所以咧，迄个社长会甲你摇引当，互你袂当修行，会当甲你，互你感觉讲我已经。无爱修行好啊，要走出倒一条路，我就是去行险路，我就是去行恶路，我去行歹路。是安那会当互人行出一条路，这嘛是拢是一开始。咱的妙法元君咧甲咱讲，爱做细力，要非常小心。是安那袂当互咱的成果会当一代一代一直落去，咱拢爱坚持咱这个心。即个辛苦，若一开始，咱的基础拍了无好，咱的经历，各位浅显想一下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思想，咱伫咧想的，会为嘴讲出来，辛苦做出来，咱的囝、咱的孙，敢有在看？啊，敢袂感觉？所以各位浅显，咱若伫公司，互公司的头家甲咱刁难，也是讲甲咱找一寡迄个挑战，找一寡迄个咱讲的作业困难的，要互咱去完成。咱的心念若起一个讲，你就是在找我麻烦。老师若出一寡功课，出一寡课业，互你做歹写，一天出有够侪写袂完了。老师都是要让我们写不完。若起一个无好的心念就去，各位浅显，咱来想一下，迄个心念，你会倒来讲，互你的周遭、你的厝的人、你的边的人听袂？敢会讲？啊，你即摆甲伊讲了哦，你的囝敢会记的？你的
的囝会记的哦，啊，你的囝会搁讲互你的孙兄袂，你的 copy， 各位先生，这就是阶级复制。你的想法的改进，道理负面的不断的破断的，安尼你留在负面抱怨上，你的囝会 copy 安那？负面抱怨，敢会？啊，所以哦，咱若当着代志就不断人讲的，叫苦连天，敢会？咱有定定咧叫苦连天无？台湾话要讲较粗鲁的，叫做哀爸叫某甲会，啊，当着代志啦，哎呀，唔通啦，哎呀，阿娘喂，阿爸喂，甲会？那当着代志会不会时常这样叫苦连天，时常的是抱怨？所有的唔对，拢是别人的唔对，惊我这个人拢无关系。所有的唔对，就是这个人。啊，为一个人哦，佫会人讲哦，会迁过，敢会？咱会因为这个人，比如讲，这个公司的头家，也是这个做囡仔吼，咧学习的过程当中，老师会派的功课。如果若是拢真困难，头家出的作业嘛，拢真足歹去甲达成的啦。人讲的难度很高啦。哦，真叫你写一个客话，叫你设计一个人讲，哦，这无可能的。伫即个当下，你起了一个歹的心念，你即个功课敢写会好？你即个作业、即个任务敢有法度完成？各位浅浅咱想者，当你开始咧你咧行过迄条路，你咧写家己的经典咯。各位浅浅，咱即拢咧写家己的经典有无？咱拢咧写，咱拢咧建立无？咱拢咧建立咱自己即个人，佮建立咱的子孙，建立咱的囝，建立咱的孙，不断咧 copy。啊，各位浅浅，咱真拢 copy 好诶，还是拢 copy 无好诶？嘛讲出来，家己知就好。听好嘛，家己知就好，但是啊，毋茫讲出来，并无代表别人会毋知哦。别人若会毋知，今仔拢夫子袂甲咱讲，善见者不败。好善果袂甲咱讲，见不善者，见未善啊，咱就会安怎将你拔舌。你真足认真拍拼来奋斗，来咧修行。比如讲，咱拢知影来奋斗，来行功了愿，来拜衣啊，来扫涂骹，敢有功德？咱拢知影有功德哦。但是你倒去厝咧，哦，今仔衣啊有够济啊，啊，拢无人来斗拜啊，我一个人拜全部啦，哇！安尼功德走倒去？啊，但是你的囝佫听着哦，你的孙佫听着哦。啊，不同的人拢无帮阮阿嬷，阮拢阿嬷家己一个咧做，拢无帮阮阿公，阮阿公家己一个咧做，会安那？迄有一个连锁效应，所以和成果较会甲咱提醒，咱建立开创事其实足无简单的。咱来做遮头前拢足认真的，开时间、开体力、开金钱，有无？你来到遮，挑倒仔爱油钱啊，敢是？啊，共联络敲电话爱钱啊，敢是？啊，来到遮有时啊，若是做规日的，爱去食一下便当的，敢是？啊，咱来遮拢看到的是咱开出去的哦，但是敢有上天予咱做者注意力来？挑倒仔敢一定就会教？敲电话敢一定会叫人？想要做敢一定就做的事，这中间背后有很多的能量，拢是咧甲咱帮忙。啊，这就是善啊！啊，咱咧感受着迄个善，所以咱的起心动念足重要。咱的念头若是一起的时阵讲，哦，我要来行功立业，心若是通伫迄个，我要来立业，迄是用话哦。我想要来趁功德，这个想要趁功德是好啊，无好？咱各位先生心中一把尺啦吼。当咱若想着讲，这就是咱修行的本分，有法度做，咱就来做，吼，尽量做。做了好，人甲咱学乐，咱嘛是笑笑说说；做了无好，人甲咱讲，你做安尼唔好，你做安尼唔对，你嘛是甲说说，感谢慈悲，安尼刚好，是不是？后壁即个较是会较好的建设，迄个念头，迄个出发点，咱来就是准备啊，咱来就是知影讲，咱因爸面
换，因为咱今仔会当来上清上的经典班，会较相信坐车已经拢1000口以上啊。咱已经毋是迄种一般的新道亲，新道亲是为着咧以迄个上，所以咱比如讲，咱若遇到了带来开发会，咱就一定来讲对哦，伊电讲对不对哦，行讲了完哦，一直甲讲对哦，假是会一直甲讲，一直甲讲咧。做来有人有偌好，来倒有偌好，其实迄个好咧，迄个好，尾仔二万就像咱即摆教育安尼，慢慢甲咱讲，迄个好，毋是安尼高潮起，毋是安尼关键，迄个好是为着你心中迄个平静的好。当你的心中来当平静的时阵，是平等的哦，平静且平等的时阵，你看到的。甲你嫌的，你看到咧，甲你出考题，你看到咧，甲你出难题啦，伊叫做啥？伊嘛是浩然正气，伊嘛是3天主考，你看到的是安尼哦。但是你看到是安那迄个人就是做无好的，迄个人就是安那，我来遮失望啊，来遮安怎？把自己这个人，你的团队，你的9全7组，放在你眼睛看到的一个人。一件事，一个物上面，如果若是安尼，就可惜。迄个建立起袂起来，你的团队，你的9全7组，无法度往上超拔提升，是互你一个念头会丢落来。所以，如果咱若是袂使知影，咱迄个建立会开始足重要。迄个念头，迄个要去做的，开始咧建立的基础，如果若是足无简单啊！会当安尼，人讲一步一脚印，一步就一脚印，安尼累积出来。咱只要不出，咱无行出，无行出即个道，咱就有法度发挥享受。这种自然的，毋是讲我想要你哋学，还是我你哋足自然的，你就学的福报，因为学的福气，你就有智慧，会当去处理你人世间所有的代志。所以你的福甲你的慧。是无人会当你挽起来，是无人会当来挽起来哦。所以圣典真古板，人就甲咱讲，咱只要无行出道的这修行的路，咱的福甲慧拢会当享受离不半途。咱做伙来念，这个老师甲咱讲咱一句话，1、2、3一起念哦。国语台语都不要紧，你得念得出来的。济公活佛持训1、2、3。毋通想我是一位凡夫俗子，我会当做啥物？就过圣人那一个毋是凡夫俗子所定的，是毋是？所以讲佛性平等，诸多当心有不平等的时阵，当心有不平等时，才会将这当今的一切。看甲真无平等，一切拢是由心而造。你心无平等，命运就无法度人个平顺。所以万象由心而造。你坎坷的命运会当平顺，唯有修道，见你的德。用你的这粒心来看这透世间的一切无平等，以及透是透这无常的命运，打破无常。大家念过就印象啊。咱卡拄仔有讲，咱的过程，咱拢有咱的团队结果论关系。咱即摆坐伫遮是一个结果，但是咱正坐伫遮嘛是后一个开始的起因，下一个开始。所以啊，是安尼借着拄仔老师即句话，佛性平等，爱拍破无常。各位前线，先抛者不团，抛嘛是咱即摆咱咧做的。咱各位前线，伫即段内面啊，咱的和尚哥甲咱讲。攀援强国，以有自主，乃以己利炮者，或将利脱之，炮必
善业。咱所咧守护的，咱所抱伫怀中的，咱所战战兢兢，一直去甲维持的，咱有看迄个无相关的，咱有拍破，也是咱一直拢感觉讲，这就是我的啊。咱拢抱掉的，感觉这就是我的无？各位浅显，身躯敢我的啊？身躯敢我的？就用。身躯是我的，厝、车、钱敢拢我的？拢毋是吼。但是若拢毋是正常，啊，各位浅显，开拄个摇头的拢互我敢好？大家佮讲毋好，啥物？啊，你拢讲毋是，啊啥那个讲袂当互我？爱照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打破无常观。要善抛的，要善抛，即个抛，要抛掉的。但咱像迄鸡母咧孵鸡卵，迄粒卵有敢抛掉的无？一只鸡母要孵鸡卵，迄个卵哦，伊拢无离开伊的呢。安尼，卵感的咱甲目睭红光光，咱有看，会看迄阵咧细汉时看迄个厝饲的鸡母咧孵鸡卵，迄目睭哦，安尼孵到目睭红结结，为虾米？伊是用生命咧抱的，伊是咧孵化伊的下一代，他用生命在做。就哈嘛相信，各位浅显，咱即嘛是拢用生命、用生命咧修行。但是用生命咧修行，咱拢感觉讲这是我的，这我的囝，这我的某，这我的翁，这我的爸爸，这我的妈妈，这我的车，哦，这我的单位，若你回转来讲啊，这我的单位，啊，你公司讲这阮一课，吼，啊，这嘛是我的，啊，这阮一班读生啊，拢会安尼，这我的。各位浅显，迄个我的就是咱何成哥咧甲咱讲的攀缘强国，咱拢会感觉迄我的啊，人哋他问讲啊无互人感好，大家嘛足紧的咧欣赏，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的啊，吼，迄是我的，迄个我是啥？咱有照着即个我，迄个我互咱即个念头。迄个念头，迄个心嘛，老师较多有讲哦，咱一切拢是为即个心咧起哦，为即个心开始咧攀缘，开始咧起哦，迄个心感觉是我的，但是呢，各位浅显，咱敢知影，咱二号性等头前的地理位置，头前叫做二号性等，后壁有一间嘛是有身份，啊嘛有足济已经离开的咱的身份地后壁，迄间叫做五性宫哦，大家真赞的，拢知影地理位置。啊，咱过去也想看卖哦，就向咧即阵啊面对着翻点吼，真侪代志咧心中，就较家己感觉咧心中。啊，面对着真侪代志咧心中的过程哦，其中有一站就是汽车的出问题。啊，就向咧车就会开在高速公路上，突然失去动力，总啊吹无用的落来，迄车的油流往吹落来。啊，即摆入厂，啊入厂的过程当中就无车。啊，但是定着道路嘛是爱行着，爱坐车，啊，前线拢做主题的讲咱某某前线呐吼，已经过空的某某前线一只车，啊，因为已经过空啊嘛吼，啊有囥伫咱的佛堂，咱会当开着去用啊，吼，为着去代步上班会使用啊。啊，迄只车的前线的主人即摆伫倒？我姓吴生公嘛。吴生公嘛，吴生公是看会到的，知影伫遐啦，啊看袂到的咧，伫遮啦，哦，伫遮啊，已经脱离即个肉体无啊，伊就伫遮嘛，吼，啊，我想为什么要比喻这个？其实你拼一世人，做一世人，咱伫道中嘛听足久足侪遮的道理，咱拢会知影讲，心外之物。心不带来，啊事不带去，咱拢会知影即个道理。但是你会做要义去甲伊抛掉的无？敢会？你真个要义去甲抛掉，是因为你真好有即个身躯啊。你有即个身躯，你无用无相关来去甲拍破，你就会感觉讲，我心内无法度平定，我甘愿
我唔甘愿，我欢喜，我无欢喜。伫即个过程当中的造作，迄个心态造作，你会做足侪做，你会做足侪过，你会做足侪错，因为为着要甲人车拼，因为为着要守护，我为着要较好的，要拥有比较多，我要去战斗，我要去保护、守护、攻击。伫即个过程，伫即个念头，和成哥就甲咱讲啊，这拢是逃避善咯，就是拢不是道善道内面。即种你甲咱讲的是善因善果，你甲咱讲的是受因受对的即个方向甲念头。如果咱迄个念头若唔对，可能就会无共款。对倒的是倒的另外一面哦。咱咧讲宇宙黑洞甲白洞，顶一节课有讲到嘛吼？黑洞跟白洞的势力，黑拢是道，只不过一个是佛道，一个是魔道，咁拢是道。一个就是来咧考道啊，一个就是来正道来成道的啊。所以咱拢会讲过去老前辈者拢甲咱讲，求道如伏魔，咱拢足侪人来求道，啊成道咧，有五角，像有的角，啊有一只有几支角？两支角，但是若死苗几支角？死苗就一支苗，啊咱是死苗啊，是树苗啊，是黄苗，就无一定哦。所以讲做侪代志的演化演变，并不是咱所想的。咱应该爱抱掉的，咱应该爱家像咧家母夫妻俩安尼用生命来揽掉的，是善道。迄个善道就是啥？咱知影道就是劝咱人的善，道就是爱甲家庭为即个人的咱的德行品行爱顾好。道就是讲咱即个人的想的、看到的，咱讲的用紧，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咱拢爱去甲关照。如果咱来会当去甲伊关照即个媳妇，咱的家庭就顾会好。咱的家庭若顾会好，咱的乡里就顾会好。乡里顾会好，国家就顾会好。国家顾会好，天下规个宇宙就因为即个人的好。咱即个人的好所影响的，迄个规个能量磁场哦，咱讲的磁场是规个改变。所以咱感觉去过病医院哦，尤其是咧急诊。你去咧急诊的时阵吼，也哈，佮讲着遐个车是安尼，高速公路会安尼啦吼，就是因为伫咧正常平安车顶的时阵呐，迄间拄仔体会办完了，啊，等去较高雄，然后就想讲，还去咧黄昏市场买一些菜啊吼，啊买了坐车，啊咧停红绿灯停无偌久，后壁哦，好雪车吼是台湾产的啦吼，啊吼后壁一只车是进口的啦吼。安尼就知影有食力啦吼，啊，毋过速度足慢的啦，因为阮经停落来，我们在停红绿灯，因为后壁从安怎撞上来，从啊撞上来，啊车后壁就凹进去，啊在后壁人大家头拢戆戆咯，对啊，就较侪头前头嘛戆戆，莫讲在后壁头戆戆。然后迄天就先去做笔录了，去挂急诊，啊挂急诊去看急诊内面，哇，迄种气场，迄内面啊，安尼。拢迄个坐救护车入来啦吼，啊规内面大家拢倒伫遐，就安尼，一入去吼，去感受着迄内面的气场叫做啥？迄能量哦，就是足黑暗的，好像嘛要讲一入去吼，迄明明都有电火大大拍，毋过入去就感觉目睭拢安尼暗暗的，迄个是整个病的那个磁场能量哦，非常的强，一种病的能量，啊，迄病的能量磁场强，咱入去到遐吼。其实伫外口弄着公共嘛还好嘛吼，啊入去到遐就感觉啦，奇怪我骨头哪咧酸痛，甲会影响。所以浅浅好像我表达，有时仔你人入去到遐，你整个人哦会去有影响，迄种的能量会干扰去。为虾米？因为你的心无静落来，无静落来。所以较拄仔，或许你要上台的时阵啊，嘛是足紧张的啊。啊，心不静的时候就足侪安尼，咱人无静的时阵是有足侪状况的，摇头啦，吼，身躯痒啊，甲会，若咧袂静的时阵，规身躯拢有问题啦，
目睭涩啦，啊，就拍戏啦，坐袂牢啦，啊，无就是讲要走便所啦，无就做喙焦啦。啊，好学要比喻，是咧讲各位前贤，好学要讲咱家己，好学就做这种安尼，一紧张的时候有很多的，人讲诶，心理的病，心内毛病会起来无？啊，心内毛病你去看医生敢有效？你后去看皮肤科，啊药啊就咧食，啊食搁安怎？食就搁咧咬，敢会？啊，为什么没有效？因为迄个不是你的征兆，迄是你的根源啊，不是你真正的问题，迄是你迄个过程当中迄个心态，你迄个无常管你去用无常，甲你拖你转，拖你迄个内面咧转。你所挽掉的，你去甲病院，你感觉讲哦，我就是病体啊，你心内家己的自我催眠，然后各位前贤敢会？所以咱伫迄个逆境当中吼，是安怎爱讲善抛食不脱？迄个善抛毋是单咧，比如讲，咱来运动是善的，咱搁去甲病院，咱搁去甲甚至是讲殡仪馆，是去甲倒咱一般人比较忌讳，咱感觉讲迄种较无好的磁场的所在，咱心内开始安怎起心动念的，就会呢。就像迄阵咯，妈妈拢会讲，若要去告别式的身躯爱第啥物，啊，即摆拢无咧第啊，第啥物出来爱搁你较重，因为即摆饲内袂使有白蛋，了知？你饲内有白蛋要罚钱啊，啊，所以你敢搁会有白蛋？啊，为着莫搁去重，干脆安怎？咱有一项做好用的，散步爱用散步。哦，你着若会惊，其实咱所有的对症的方式，拢是心内的迄个无明白。你不明白叫做无明，你看袂清楚，你无法度知影伊答案叫做无明。无明当中会起疑心，啊疑心就生暗鬼，敢会？啊暗鬼就互你的身躯袂清楚，你的身躯就安尼那，就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诶，咱咧善报的过程当中，咱迄粒心，咱敢有修中旁引。咱拢讲爱诚心报守嘛吼，啊咱敢有咧报守？咱敢有咧抱迄粒信心？咱若知影讲，咱就是上天人讲的，互咱有即个机会，当伫道场学习，会当来行功入定，会当来了解。咱拢感悟着上天一点，甚至发生代志的时阵，就较当下嘛反省家己，就较嘛省察家己。轰动着帮咱消业，敢要感恩？哎呀，但是轰动着当下，就较是无迄落啦。就较囡仔讲，你若安尼讲敢若不是很好，但是后学的小朋友讲，你若大家人要家己弄的，你讲好像没什么事哦，啊无要爬开跳吗？要起来跳吗？啊人就弄来啊，无要爬开跳吗？啊当然，我们的想法都是平安消灾，平安啊就消业消鬼就好。啊但是迄个心啊，佫无法度改修行，所以去甲迄个病院内面哦，迄个能量哦，你的心会去用牵引的。然后要甲咱报告时，然后嘛感觉讲，蛮平静的心会去用牵去。啊，伊个牵去啥？伊个目睭看着，伊个心会起来。啊，目睭看着迄个当下，袂记用三宝。其实啦，三宝拢定定用，其实你看到的，是看到，看哪无看？但是咱即摆是咱看着拢会记迄个心，咱所依附的，咱所感觉咱咧抱的。咱怀状伫内面的，你个心是叫无去。啊，当咱心袂无去，咱的心就袂清啊吼。啊，欲望会一直起来咯，心若袂清，欲望就一直起来。所以，咱只要咱会当怀抱在内，咱会当不离互道的心肠，定定会去观察着哦，去反省，去观察着家己的起心动念，咱就会当清心寡欲离不脱，咱就袂去互伊较离开咱修。善道这条路，好，咱再来念这个法文，吃完咱祖文哈，提供活佛持续。这个我祖文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每一个人拢爱去经过。修道的人甲平常人并无两样，因此修道是伫日常生活之中。为师传予恁的，就是平常道。修道爱全心，莫受到外力的影响，来迷失了咱自己。
汝是努力的去尽心，恁的自性之光，才会愈来愈光。人啥物物件拢会当摄歹呢？生命袂使摄歹。那么大家这子孙这不断吼，在咱的法文馆就甲咱讲，不为不管离世世受尽，子孙无以相济，离不断遐，岂不是吼？其实咱较拄仔头前开一点仔时间，甲咱各位前贤探讨的，善见者不管，善抛者不断。啊，到尾啊，是安那囝属会当做事不断。即个不断，伊也是讲，这其实咱有福慧双修，就活得去；咱有清心寡欲，活得去。当咱即个人活伫即个人世间，咱因为修行，咱的心会当静，咱的福、咱的慧拢会生出来。其实到尾啊，咱的后一代应用，像较拄仔甲咱互相互动报告。咱的囝儿是谁？伊敢会看到咱咧做的？伊敢会听到咱咧讲的？看到咱咧做的？伊拢看会到。所以哦，是只要咱头前这段因咱做好，后壁迄个果是一个应验尔，是一个正有一个修行，一个神秘的结果。咱的囝孙自然会对咱行一条路。所以处道相有，因果嘛是相有的。所以咱讲正台湾话一个正菜瓜嘛，正菜，就国语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啦。正瓜得瓜，正台湾话豆得豆。较拄仔想要顶一个顶袂出来，啥物牛仔甲菜瓜？正牛也袂生菜瓜。正牛仔会生菜瓜，嘿，咱拢会讲有够衰，正牛仔生菜瓜。那他好像就是讲，好像很不顺利嘛，吼。啊，其实正牛仔生菜瓜，敢有这个代志？有啦，基因突变嘛，吼。好啦，无啦，没有这个事啦，其实是没有，咱大家开玩笑，是讲，其实处道上因为就是因果，各位请先当我就说。本文内面上重要的，咱的脑主圣人咧甲咱讲的，头前这段是最重要的哦。咱要咱善结者不管，咱要咱善抛者不断，咱阁有法度做甲咱的子孙这事不断，这就是一个上好甲咱讲修行会当得应行顺，修行会当互你的修道团队越来越兴旺，修行会当互咱直直的好处。所以咱咧化育子孙，毋是甲细细念，毋是咱一直甲讲，一直甲念，毋是。咱爱讲出来、做出来，讲的是关心，做出来是爱心。啊，搁咱第三样，搁不离咱伫家庭内面，嘛是爱不离迄个德性。咱伫家庭内面，咱拢会较有交涉问题啦，角色的问题，角色，角色啦吼。啊，这个我的，啊，拄我讲的啦，我的嘛吼。咱若第二迄个我会甲破掉，伊就是叫咱来结一段缘尔。各位请先感谢安尼。咱若会当甲伊破掉，讲伊就来叫咱结一段缘啦。啊缘有善缘，缘嘛有恶缘，所以咱话讲话是来报恩的，啊话是咧来报仇的。哦，啊若想报仇的，足艰苦的。莫安尼想，咱爱甲换一个角度想，今仔。囝听话，哦，咱就甲想讲，啊，这来报恩的。今仔囝无听咱的话，安尼就想讲咱安那，咱来报恩的，安尼感觉就是换一个角度想。啊，你今仔讲这是我来给你报恩，叫想着讲，哦，我来报仇的。各位先生，对一个较重，对一个迄个角度无共款。迄个想的角度，甲迄个讲的，迄个一旦迄个念头起来哦。哇，迄个报仇的，迄个是足负面的字，一旦若出来，咱感觉佫会好面腔，咱感觉佫会好口气，咱感觉会好态度，咱就拢无法度啊啦。所有的一切，咱就走行去啊，走行去，成为爸爸，成为妈妈，人就会安那，感觉是爸爸，感觉是妈妈，你讲的话敢有滋味？
讲的话内面敢会有含道，所以咱对囝儿是说，毋免一定安尼甲伊连东连西，毋免一定甲伊讲，毋免一定安尼甲伊念，咱爱用啥？用爱心，用关心，啊，搁上用咱爱用一个道心。你爱看伊是一尊粉呢？你爱看伊是一尊粉呢？啊，咱各位浅显，咱来回想一下，咱一开始要开班，咱要来请，咱要来。恭请老母灵坛吼，啊，咱诸天仙佛今仔会当予即个法度，咱今仔开班的时阵，咱头前有做足侪工课无？咱有做足侪工课呢，这个礼拜敢知影来排的，前一天吼，啊个礼拜头前爱共订无？爱个先去事先，个前一天的事先爱先共订无？啊去订，爱水果的果咯，伊要来卖你遮的水果，伊爱个头前进前，个偌久进前，就爱先种无，还是爱先去出货无？咱搁去甲想着讲，即粒果会当摆去甲云岛顶，伊即粒种子，即粒果红果的种子，伊爱伫偌久着已经掂落去生成，生好挽到遐，搁咱要开班，咱要用骨的时阵，来得及上佛桌。各位浅显，咱敢有来想过即个原理？敢有简单？无简单。像一粒很强的果无简单，更加何况咱今仔要坐伫遮，敢有简单？或还是爱甲咱大家互相鼓励，是鼓励个。咱今仔会当徛伫遮，咱坐伫遮拢是无简单。咱一粒果就无简单。当然，今仔若闭班，咱拢提着，若咧闭班的时阵，迄个果体吼，啊，就细细切切的，较杂食的，食的足紧，敢是？享受足紧。享受足紧，我讲第三遍，享受足紧。但是咧，要化育，要去付出，要去甲伊用心，要去甲伊感化，足慢，足慢，足慢。各位浅显，咱坐伫遮是毋是嘛是咧互师师傅咧甲咱感化？咱坐伫遮嘛是想着这个念法，咱讲有前辈者用心良苦，出足济个想法，就是为着要甲咱感化咱即粒无灵的心，咱即粒过去攀缘、失去了道的心。所以各位浅显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想得很，咱就是修炼家，我们好像在看我们的咱的周遭、咱的后辈，咱都会看高高在上。其实我们不用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今仔坐伫遮，啥物叫做修道？咱就是过去本来倒生一气，一气念甲咱的身躯，会当生甲万物，咱是万物当中化育的人。第三在咱恁徛伫天地人，咱伫即个天地之间能立足为人，已经在过去式的无简单啦。但是咱今仔徛伫遮是失去啥？失去了道本来。元素一气，本来的啥，所有的咱变现领导的所有的本来，咱就是你失去了迄个变现的物件。所以咱来讲运动，咱若咱咧行，咱咧看，咱咧学，咱咧想，咱去想着讲，到底咱即摆爱去甲咱失去的找倒来？咱失去啥？咱失去对人的真善美，咱失去了灵，咱失去了义。咱失去了礼无仁义礼智信，啊，这拢就是智慧啊！咱这就是失去，爱慢慢甲找倒来，这就是善道，这嘛就是善权。咱爱慢慢来开始一点一滴，该本来有诶捡倒来，该无诶扫出去，该有诶入来，无诶出去，叫做改恶。所以咱来修行，咱来讲，咱真正是。12万分的感恩上天，予咱即个机会，教一般顶的人无法度听得到的人，咱真正是爱抱着感恩、忏悔和忏悔心。若毋是上天主庇，咱哪有即个机会？咱无即个机会，所以咱对咱的囝，咱嘛爱有想象讲，生活咱对人，咱嘛是爱有一种心，来甲开教，袂使有迄种想要起歪心。起迄个较拄仔讲的，迄个讲我执，迄个受了的哦，我就是上大，我就是爸爸，我就是妈妈，我就是阿公，我就是阿妈的心，不要起那个心，哦。所以当咱知影即个因果关系，咱看用咱的子孙，咱的子孙以后，咱若是有一天，或许
五心中有遐个囝，伊嘛会安那念念不忘，对着遐个路来行修行这条路。啊，所以各位前贤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这是老佛祖甲咱讲的哦。哦，咱要有信心哦，只要不行出德，只要不离福德，咱的此道常有，出德的上有，咱就会去用走入啊这个善道。哦，啊，咱来用一段来讲，只讲佛祖这个建立是2个月内所累积出来，不是用压力培养出来，而是你有觉醒之后，才会当去建立。这句是安那爱考虑后面。若是讲，咱若无去甲觉醒起来，咱拢用压抑的啦，压抑的就是来到遮，咱就去想讲啊，反正就是人咧叫爱来啊，迄个压抑的吼，咱若无迄个觉醒的心，咱的力气是流露袂出来。咱的听班就是一厝搁一厝，听课就是一厝搁一厝，听班甲听课一厝搁一厝，无法度流露着你对道的迄种发感，你对道的迄种感受，你所行出来，你就减了啥？减了开拄我讲的精神美，你就听出来。啊，所以后壁咧，伊就搁甲咱讲，后壁带落来咧，甲咱讲修之有心，机灵乃精；修之有假，机灵乃奇；修之有凶，机灵乃妙；修之有邦，机灵乃福；修之有天下，机灵乃普。这段在甲咱讲善格甲善抛修行的观念，它的关联性。头前咱用开一段时间把前面的解释。咱若前面逻辑性强，后壁咱的老子孙在甲咱讲，在甲咱教句哦。各位前贤，这个教句啊，伊甲咱教咱安那修这个身躯，迄个定力安那拿清。啊，这个学习的部分就是咱就先讲来甲咱甲咱注解。修之有心，机灵乃精。甲讲修炼的阶段叫做逐机练精，那逐机练精的这个差别的过程，咱就是要用德用，爱真正甲摕开用啦。各位前贤，道理较好，若无用，伊只不过是一个问题，甲是。咱看册搁较那，你看了搁安那黑甲100遍，黑甲烂去，无摕开甲用，敢会是道？是啦吼，你今仔要考一个证照，你讲你读甲滚瓜烂熟，你读甲出色的，但是你无去考试，你无迄个证照，敢有效？没有用的哦。你的专业若无摕开，肯定有用的所在，伊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文字法则，伊就是咧互你看，打发你的时间，消耗你的体力，就是安尼看过，但是你无摕开甲用。所以伊讲用伊练精啦，就是咧互咱拍基础，即个身躯就是咱的基础。伊第2句伊讲修之有假，机灵乃奇；修精练精还气。即个觉察的方用，咱的方式是用德行有义。要德行安那有义，看咱的厝内，咱的家庭是不是大家会当和乐？大家是不是会当讲话会当沟通？就是讲话会当沟通。当然，第1点你已经也是你的基础练了好，因为你的家庭迄个气当然无问题。第3又讲修之有勇，机灵乃妙；练气还息。和先讲甲咱讲练气还息觉察方式就是叫做德教成长。迄个成长，每一个人都在成长。修之有邦，机灵乃福，叫做练习欢喜。这阶段就是进入了练习欢喜这拢一步一步一直去来了练习欢喜了，你就会当得法，会当宏大，会当宏大。修之有天下，机灵乃普；练气还道，你一定当修之，就是大家人拢足普遍的，就咱咧讲的大道，即摆普传，大家去到倒一个国家，嘛袂有倒一个国家讲限制你，道是讲普传咱再来刷落先甲大家来念这段讲句之讲，即安尼等下再来解释后壁大家较会当讲，要安怎用机，要安怎来练精怎么逐机练精啦这伊其实较拄仔迄几句，
拢是道教，吼，咱讲的，咱的迄个道教的修炼啊，咧炼丹的功夫的步骤，吼，咱是来这段就来念一个功夫之教，修正路线步入正轨，调整身心，反反本性，体会甲张掌握阴阳之间的运转，阳为形，阴为知，知为心，形为气，心为静，气为动，心为主，气为强。可气又是心之灵，也即心之意，气中是灵，心灵与气温而不为平相，变形气形合一，心气合一，动静合一，这一个阴阳运转，变成身体内在真正力量，才会有学习、成长、教化的作用。虽然等一下啊，咱所看，吼，咱的妙法原则，互咱的迄个是一个功夫之教的步骤，伊主要就是要互咱调整咱一个身躯甲一个心，要哪缓，要安怎倒转去咱本来的本性，体会到阴阳之间的那个步骤啦，吼，好，来。那所以咱一开始咧，伊就即个修真有心，意念爱真咧，伊就咧讲即个着机练精吼，主要还是咧甲咱讲，一形为体，内修成静，外形灵灵，吼，这主要咧甲咱讲，咱的基础重要。各位浅浅想象一下，基础到底，基础足重要啊！你要安怎甲基础？咱即个人大部分的身躯。咱安尼甲想哦，坐列车，看知影透早来，第一班吼，较早来，未开班，先讲进前来前。冷气未落，车有足热。人足热，坐列车会一直下去。拄久啊。所以一直下去，一直缺氧，敢是因为空气的流通无够，人就足容易昏沉。所以各位浅显，其实咱的身躯也是很容易昏沉的哦。咱的人受到这个阴阳两气吼，咱会受到外在内在的这影响，咱的气的顺甲气袂顺，交外口的气候有关系。也是有关系哦。为什么会有关系？因为咱无调和，咱这个心性无调和，无复归本来的本性，咱就是随着这外在安尼甲咱靠，安尼甲咱引。外在，所以顶一阵仔讲迄太阳。一个太阳风暴，什么伽马线哦，做者什么星座的迄个，讲这什么线，大家磁场能量就无好，所以大家会做到受气，大家什么拢袂顺，有的人在讲什么紫微斗数命盘嘛，就会走入那个气数来。但是咱不就甲咱讲哦，咱只要用意练精，你要修这个身躯，要互这个身躯。照这个价，简单讲，咱当中咧讲叫做照价修真。这个照价修真，拢有出咧甲咱讲，照这个价要安怎修这个真呢？只有迄个力量啊流露出来，你的身躯，才会当去代表着上天，甲说明讲这个道是真的。你会当讲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你看有法度讲这个话呢？如果咱若无照着这个身躯听出一点讲看会到这力行的路，人敢会感觉你真？若无一颗，咱来讲没有一颗人等的心啊！你无这个人等的心，人是啥？爱呀，爱人就是有人啦。但是爱人又要有智慧哦，袂使讲他爱偏爱。咱一开始的第一哦，就是咱的是抛家不团。咱是不是妙法观古嘛讲，若是抛离身，抛离身就啥？你虽然哪有爱人的心，可你爱的心是偏执的。我当爱我的囝，我当爱我为我好的。若敢若我目睭看到现世，若讲现象界，我看到对我无好的，我无爱。比如讲，我嘛唔爱互弄着啊，就是我弄着我是安怎该笑，我弄着伊家就爱咧跳啊，但是。我
我应该就生气的啊，哦，但是因为对我无好的啊，我当着委屈，我应该就是死价讲啊，我就是委屈啦，我就生气，我来一直跳啊，哦，迄就是啥？这就是爱，这嘛是爱哦，我爱我家己好的，迄个爱不是真正爱，迄个就是贪爱。所以讲仁德的心，爱以外，你去爱是慈悲、智慧，你爱阁有持戒，你爱阁有种种遮的后壁，咱的路有一步一步，有一个中庸之道。所以讲中庸之道，甲咱讲率性智慧道修道智慧教，教，这个教就是嘛是咱这是如何让咱的内在，咱有法度诸境顺行，处境纯诚，咱对内体性，咱这个力量要安怎互伊，咱变成一体，要安怎流露出来，咱就是外显认定。所以修之有心，为修道为五心。即大汉所言，信心诚意之志也，盖德者，行道而有德者也。然必修之有心，乃可为之真心。所以咱即个心有啥无？咱家己敢知？做侪细小人拢会讲，咱人心中拢偏一边的，哪有钱？但是咱的心就是安那，爱用德心啦，自心太强，你当然要用关心的来讲。所以基础练好好，咱爱请来对着咱来运动，是不是有班？咱时间上会当调，会当超7个好势来入班。入班上课嘛，家己当做是练习。咱每一厝内拢爱吸收到去，爱甲运用伫咱的家庭上，运用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面对人、面对事、面对物的过程，你的心拢是爱有迄个诚心。你的正义诚心，你的心爱提出来。你若正义诚心提出来，你就是德啊。那个德就有。咱伫道中咧讲慈悲，咱有去甲公司，咱去甲咱的人生，咱的厝边头尾，咱有咧讲慈悲，还是伊线里甲我车甲我拄卡过来，我就甲讲你拄卡过来。这个就是人心啦。咱人是不是法度？咱内在咱的心意，咱有法度交天共款，咱来去学习。所以人讲效法，咱的效法，咱的学法啊，咱学者把咱学法，咱的生活的脚步的精神，来将咱的内在咧来修改。咱起念迄个念头，咱是仁德的心，咱去想仁德的心。仁德的心有没有智慧？咱爱人的心，智慧要有慈悲无？咱第二个来甲咱讲修之有家己定乃咱即个练气换气，安尼咱讲，就较运用是戒律。要咱戒律运用，咱戒律咧戒咱即粒心，修咱即粒心。咱来去想咱的家庭，大部分咱所想的拢是想款。伫家庭拢是款较济呢，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就是有一个地位咧讲话，毋是安那靠迄个款，较无修迄粒心，所以咱要用戒律来将咱即个精神那我们怎么把它收摄回来？咱把即个真正的真人，迄个法啊，我们生出来之后，咱就法度先修入来，修入来，咱就法度完完认得。所以讲，咱即个要坐家。我要一个家要坐啊重要的是咱用以戒修心。咱用以戒修心，你就有法度修之有家，以言乃尽，乃易啦，就会当你家有的余亲一间厝，若是做生意，你的厝慢慢，你的囝儿是生意拢会对你的脚步。咱再来就讲修之向以言乃尽，你甲咱讲练迄个气。爱当欢喜，练气欢喜练气欢喜就较学习的时阵是感觉伊是心量为本，要安怎转良化精，保持平常这最重要这种是当你开始一个人会晓以认定的心，你做迄个主体，你流露出来，你会当收束伫你迄个款的心，迄个平爱心，我是主管，我是总统的心
你可以把它收涉猎，咱盖入你迄个心收入来以后，你开始你念头就去转变，念头一转变，你就法度去化你的执着，执着之后，你就法度保持冥想，保持冥想，你迄个气就像练习，你就当练习关系吼。所以你即个用力，你即个厝边到尾吼，咱一区，咱的所有大家会因为你即个人哦，你即个人的影响，所以即个力就会当一个一个拢会当成长起来。那么，再来是收集帮纪念耐风吼，那这段呢，苗校文本是修炼欢喜啦吼，啊要安怎欢喜吼？这个喜就是火候的感觉啦，所以要安火候为功吼，咱日常爱去训练，随缘应变。啊无，咱咧讲喜就是虚无缥缈，啊要安怎虚无缥缈？咱各位请先。咱来运动学的以外叫做智慧，但是咱求道以后，下下就开始甲咱分享讲伊管着上宝贵的叫做三宝。咱各位请先，三宝可以提升大家的福报，行路会当一步一针一步，想代志做代志，咱咧佚岛顶嘛当佚一个念一个真经，敢会使？伫心内咱也时时刻刻会当默念真经，伊会当互你迄个精神会当亮伫迄个本位的又走进去，啊，就会当常常拢咧想咧，啊，当着代志也不要马上就会想要发脾气，还是伤一个心量。其实这拢是爱日常生活当中去甲练习，三宝是上好的工具。所以各位请先，三宝要日常用，你日常修炼你会当随机应变。好，再来收集天下机电耐碰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苗校文本是讲爱练气合道啦吼。啊，苗校伊讲是要合道，就是爱愿行果。入愿了愿成心，咱才有法度回天。啊，咱才有法度回天的是这个啥？是这个念啊。迄个意念，种意念就是伊个合道，伊条道是合做伙，是合道的。你毋是讲家己伫遐想讲哦，我就是学一个人。你已经心内想已经道是合作伙，所以咱就有法度收集天下机电耐碰。咱的道就是合道拢是普遍的，所以现在有这种道就是甲大家报告。这段来讲，就是用灵异内力行的心，咱就是一个扩充。为一个人开始一直扩充到后面，吼，所以让各位先哦，要这一句话就是大用之有大效，小用之有小效。啊，拄我甲咱讲的，咱要安怎会当以点为体，以概率为用，吼，佫会记来互咱修心。啊，修心以后，咱的心佫有法度安怎要咱练气？以苗校文句讲的，要安怎基础入气练精，练精还气，练气还心，练心还气，啊，佫有练气合道，咱要安怎交气来吸引？吼，已经将道来普传天下，这就是道的扩充。啊，佫来道的扩充到尾啊，遮吼就是当看结果啊。故以心观心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还乡，以邦还邦，以天下还天下。啊，这段内面呢，伫咱的发生注解吼，咱苗校文句是注解是讲以心观心，以心观心叫心中心啊。啊，现在家己感受是叫做为心中到咱的心愿。啊，以家观家吼，就是心中心，为你的心情家己的心。啊，以乡还乡呢，就是实行家己的主心。啊，以邦还邦，就是为了道甲行道。啊，以天下还天下，吼，就是会当以无着无，就是为从空到虚无。啊，要从咱第一段要以即个第一句讲以心观心，以心中心嘛。啊，各位浅或许会用济公老师甲咱讲用态度。你这个人的态度，要咱决定你成就的关度，就是以你这个心中。咱平常时啊，以咱的心中，小心眼也好，啊大气度嘛好，拢无要紧。你着爱去想讲，倒伫咱这个身躯，咱这个基础要安怎甲泡稳，就是心中心。你为这个身躯去看别人的身躯，你看到这个别人做出来好，伊嘛是道；无好，伊嘛是道。为虾米？伊做了好的，伊就是咧做哩头前互咱看。伊做了无好的，就是做哩头前互咱做啥？警戒、警惕，所以是毋是拢好？
所以目睭看出为心念甲想法，这就是伊的态度。啊，要哪以家管家以性量性，为性情甲心理，这个老师甲咱讲角度，角度是决定着你的顺逆的运动。角度要哪为性情，咱咧看一个人是毋是为一般人拢会讲为这间厝看迄间厝啦，其实咱就安尼讲，为家己的厝，咱家己的厝咱去看，这间厝的性情的人，家厝内人的性情甲会共款。一个火爆男子，伊的厝甲会火爆。会哦，你是啥物性情，嫁出来就是啥物种的囡仔哦。啊，所以哦，要为性情甲心理，咱角度最重要，所以角度决定了你要所面对的代志是顺还是逆的运动。再来意向观向吼，咱北西来主解是心中心啦吼。啊，这个老师甲咱讲的吼，就较感受是叫做法度啦。要做做心中心，一般来讲是讲。心，咱要安怎为色性当中去看到咱的主心，还是咱拢常常当着代志叫做六神无主。各位浅显是六神无主，较济也是拢主神做主。咱若当着一个代志，就安那手就安尼两手一摊啊，咱系啊，要安怎甲会，咱甲会安尼。好，要安怎会当意向观向，北西的主解叫心中心，然后佮伊透过家己的学习的心得，叫做为色性。你所感受的，你所知影，来去甲伊哦，就讲咱的主心，咱是六根内面的主心，咱不是六神无主。我们六神是有主的，咱的本性主为心是教命。这个法度就是决定你会当安定的平度。爱方法咱生出来啦，啊，家己无方法，咱才会当来请示着，咱才会当教咱的电传师，咱的领领叫做神地性，咱教伊来叫情意，敢会使？会啊，所以法度、法度啊，生法就是第一吼，法度咱决定着你安定的频度。再来一方官方吼，就是道中道、规律道甲天道吼。啊，伊老师正我话过一句叫做风度啦，风度是决定着你涵养的程度啦。吼，这个风度要安怎？咱伫人世间当中当着是百种的人。百种的反应，百种的角度，百种的法度，百种的无共款的哦。迄种程度每一个拢无共，但是咱爱用天道来看，咱要安怎去规律道当中的这种角度，咱要安怎展现出规律道的风度，提出甲天道的风度，迄是决定着咱涵养的程度哦。好，再来依天下观天下吼，然后依这个老师甲讲，这段呢，发生的主解叫无中有啦吼，要安怎为空甲虚，吼，要安怎为无当中甲迄个虚无，就是咱讲深不可测的吼。这个老师讲的是化度，决定着提升的长度。各位浅显，咱有法度甲咱的眼界、咱的心泡开，咱有法度决定要安怎提升咱的长度啦吼，歹势，然后耽误着一点点仔时间吼。五合以治天下之人在，不无中有啦吼。其实这段当中，五合以治天下人在，不无中有。北山的主解叫无中有，就是较拄仔讲的，不管是较拄仔讲的心中心。心中心、性中心，还是讲咱的心中心，还是讲咱到尾仔，咱会讲无中，咱尾仔才拢爱甲破掉，拢无，因为只有你甲道是合体的时阵，你看遮的一切，你没有所谓的我爱摕啥物方法甲对治，我爱用啥物看道，我用啥物的方法，其实你拢无遮的对治方法。你已经跟道合的时候，就没有无中，为虾米？依处发生主解叫做反其主心，真侪代志尾仔拢搁倒来，就是伫咱的身躯尔，毋是伫即个外面。因为若是伫即个外面，咱的老子圣人就袂甲咱讲，咱爱修行观察着咱即个身躯，较有法度咱的看练，咱的修道团队。所以最后也较以心理体系内面讲，教是教化。咱世人度世的法则，
领导的典定，咱修行修养的方法，入世为人的意愿，做像国家的安和，涵养世间的处事道德，教人改恶向善，循规蹈矩，做社会良民，享来生之福报，用做将来出世领导的初证。这段也是咧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只要这个心。你要想要你的后世子孙会好，为这个身躯，为即摆开始拍好基础，咱好好来涵养咱的内在，起心动念，观察，慢慢修改，慢慢调整，咱就法度去享咱的子孙来世福报。咱的团队是一个循环的，你尽所做的以后是你个来的，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做呼吁，若是伫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真侪过失错误，看请身份，甲咱写做款咱。负责人、各位点人师各位真侪家电仔来指正，最后祝咱大家拢会当修行，会当好好观察，然后咱每一个人心心拢会当平定欢喜，拍破无明的无常的执着。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请人到。